嗨，大家好，我是躺平叔，今天是2026年6月7号。這一期咱們聊一聊經濟危機。為什麼聊經濟危機？因為最近在網上我這一刷，很容易就刷到一個叫高志凱的。高志凱实際上很多人都知道，我也知道，但是我沒看過他節目。他是最近這2-3年突然冒出來，有網友總結說他是取家頭而代之。因為我沒有看過他節目，所以我也不知道。但是最近一刷，網上全是什麼高志凱發出驚天預言，高志凱第3次發出預言，高志凱一次比一次這個更緊迫發出預言。什麼預言？就是經濟危機來了，今年年底到明年年初，就2026年年底到2027年年初，要爆發一場空前規模的金融危机。一刷就刷到，我看這個公眾號文章也看到。不光是視頻文章也看到，所以我就產生了好奇心，我想看一看高志凱他所預測的金融危機到底怎麼回事。也大家知道，實際上經濟發展它是周期性的，它必然會出現金融危機或者叫經濟危機。这個以美國為例，我們熟知的1929年是吧，大蕭條，到後來一直隔一段時間就來一次，最近的應該是2008年次貸危機，往前還有什麼亞洲金融風暴等等，這都算得上是金融危机。再往前什麼2000年這個互聯網泡沫破滅，但都有。如果我們堅持喊金融危機要來了，你肯定能喊對，你就一直喊下去，肯定能喊上。這就像你老說一個人要死一樣的，你肯定能說對。但是這個人死是什麼原因導致的，你就不一定能說得對了。金融危機也一樣，你老是預測有金融危機，你肯定能預測，你就堅持說今年金融危機，今年不來，明年來，明年不来，后年來，反正是要來，沒毛病，你肯定能說對。但是你要說金融危機為什麼來，就像說一個人為什麼死呀呢？最後是怎麼死的？那你十有八九說不對。人肯定會死，怎麼死的？有的是很意外，是吧？有的是腦梗、心梗，有的是累死的，還有人石榴裙下死，做鬼也風流。但是你不能說他中了什麼拳，中了闖五的什麼拳，100年之內肯定死，內傷就有點扯了。所以說我們講的比較通俗一點。所以高志凱他預言金融危機這個不重要，這是任何人都可以預言，這跟身份、跟你的學歷、跟你的經歷、跟你的所有的職位有沒有錢都不重，沒有關係，人人都可以說金融危機要爆發，你也可能能說對，但是為什麼爆發這個就比較重要了。所以我就捏着鼻子看一看高志凱的他這個驚天預言，他邏輯在哪兒？他有沒有說對這個道理？不看不知道，一看嚇一跳。所以我們來一起學習一下，大概他是這個意思。他是在前幾天鳳凰灣區財經論壇上，高志凱在接受記者採訪還是跟那主持人訪談的這節目裡面，他就預言金融風暴倒計時，全球金融風暴倒計時，全球大概率將在今年底至明年初爆發一場規模空前的金融危機，其烈度或超過2008年次貸危機，甚至達到2000年互聯網泡沫的10倍。我記得前不久那個孙正義不說了嗎？這現在 AI 是互聯網那泡沫的50倍。這麼看，高志凱還是相對比較謹慎，說10倍。那當然了，這種判斷我們在節目中也說過，關於人工智能的泡沫要破裂，我們也說過是吧？這節目為什麼？因為世界上很多華爾街的大佬都在念叨，比如說橋水基金、什麼量子基金，還有什麼是大空頭電視劇是吧？電影的演員是吧？反正很多機構都在說人工智能泡沫馬上要破滅。很多人都認為美國股市泡沫也到了，也要破滅。今明2年是全球金融危機關鍵爆發節點。那麼我們不得不說一下2000年互聯網泡沫破裂是什麼個慘狀。2000年互联網泡沫破裂的時候，納斯達克是暴跌78%，5萬億美元灰飛煙滅。2008年次貸危機，全球幾十萬億美元資產蒸發，3000萬人失業。那麼這一次如果金融危機的烈度達到2000年的10倍，那將是一場足以顛覆全球財富格局的大洗牌。這個也不能算它危言聳聽，為什麼呢？就在上個周五，納斯達克跌了4點幾吧，那個1.3萬億美金的市值就沒了。這個主要是人工智能 AI， 你才跌一天，对不对？1.3万億就沒了。那你說再跌個幾天，5萬億美元，那不是小意思嗎？所以說這也不算是危言聳聽，你現在市值大了，对不对？
2000年的時候，那個萬億市值的公司比較少，沒有是吧？萬億美元的，那現在萬億美元的很多啊，動不動5萬億美元。高志凱他說，即便沒有中東戰爭，也就是美國和伊朗戰爭，這場危機也會如期而至。他說，戰爭頂多是讓火藥桶提前引爆，而危機的引信早在10幾年前就已經點燃，如今已經燒至根部。但高志凱這段預言的視頻在網絡傳開後，輿論就炸開了鍋。有人指責他危言聳聽，也有人嘲諷他外行不懂裝懂。這個不重要，就是他高志凱他肯定不是經濟學家。首先這是第一個。第二個，你即便是經濟學家，你認為你預測就準嗎？難道預測就更有道理嗎？成功率會更高嗎？不一定。如果說經濟學家能預測到這個經濟危機，那實際上就沒有經濟危機。你能精準的能預測到那天有經濟危機，完了之後大家相信你，實際上就不會有經濟危機。經濟危機一定是一種爭議，有人認為有，有人認為沒有，在這種爭議中爆發。如果大家都一致認為那天有金融危機，我告訴你是不會發生的。這個大家能想明白。所以我不是從高志凱的身份和他的经歷來看他的言論，我觉得沒必要。我主要看他說的這個有沒有道理，是吧？他說金融危機什麼原因導致的？看看。實際上，這個高志凱他不是第一次在論壇上說這種話，他第一次預警據說是在達沃斯論壇，去年他就已經發出警示，說要發生經濟危機。你老喊這個狼來了，狼總有一天真的會來。那他這一次在深圳灣區論壇上已經是第3次了，公開場合說馬上就要爆發經濟危機，一次比一次語氣凝重，一次比一次更具緊迫感。再加上世界上華爾街有很多大佬也在喊，這經濟危機來了，股市泡沫要破裂，人工智能泡沫要破裂，金融危機近在咫尺。所以说這麼多人都呼喊，它就形成一個声勢，讓人感覺好像經濟危機迫在眉睫，就在眼前。首先，高志凱和這些認為經濟危機馬上爆發的這些華爾街大佬巨鱷，他們有一個共同的特徵，就是他們認為為什麼要爆發金融危機，這個核心他們共同點就是美債，因為美債已經沒有辦法限制。美國國債已突破39萬億美元，從38萬億漲到39萬億，僅僅用了5個月。照這個速度，今年秋天就將衝破40萬億大關。那麼債務總額本身不可怕，可怕的是利息。2026年美債年化利率支出已經達到1.23萬億美元，就是一年你要還利息就還1.23萬億美元，你本金不管，你就還利息，這個錢是要付出的。這個1.23萬億美元呢，首次超過美國全年國防預算。美國政府每收1美元稅，就有26美分要拿去還利息。教育基金、醫保基金全被利息吞噬。更恐怖的是，未來12到18個月是美國舊債集中到期的高峰期，近10萬億美元的低息債需要在高利率環境下續借。以前借款利率期是 3%， 現在續貸要 4% 以上，融資成本直接翻倍。舊債還不上，新債借不起，這就是教科書式的債務螺旋。但是這是他們的觀點，這個觀點能不能成立那是另外一回事。他認為，那你看看你美債40萬億了，你就利息一年都1.3萬億，而且過去發的美債現在到期你要續借嘛，你肯定沒錢還，續借你過去利息是 3%， 現在利息因为美債利息漲了 4%， 那你就相當于你的成本又漲了，完了你以後40萬億你就一年利息就不是1.3萬億了，恐怕是1.5萬億，你看利息又在漲，就這個意思。那你這利息，那你美國的稅收它並沒有漲啊，那你這利息漲，你要付利息，那你就會壓縮其他方面的開支，就這意思。那你這個遊戲還能不能玩得下去呢？說歷史上所有帝國的崩塌都始於還不起利息。以前美國這套借錢遊戲能玩下去，是因為中國和日本等國瘋狂購買美債，但現在風向變了，中國、日本都在拋售美債。今年3月單月，日本就拋了1384億美元，美債無人接盤，美聯儲只能自己印錢買債，錢越印越多，美元持續貶值，全球央行瘋狂搶購黃金，就是在釋放一個信號，美國信用在鬆動，美元霸權在瓦解。高志凱所說的10倍烈度危機，根源就藏在這個美債黑洞裡。2008年是居民和
銀行加槓桿暴雷，美聯儲印鈔兜底。現在是美國政府自己加槓桿，39萬億債務壓頂，無人能救。但主權國家面臨流動性危機時，根本沒有最後貸款人，這就是系統的終極死穴。好，這是關於美債。高志凱和其他的華爾街那些認為這個美國要爆的這些空頭或者是這些巨鱷們觀點一樣，就是美債這塊是一個雷，遲早要爆。這是第一個。第二個，好，除了美債這個最大的雷巨無霸之外，那麼美國還面臨3個大的風險。哪3個呢？第一個就是 AI 泡沫。高志凱在論壇上提及，這是一塊正在冒煙的雷區。美股指數全靠7家科技巨頭支撐。過去1年，頭部企業在 AI 上砸了5600億美元，實際營收回報僅350億美元，投入16美元才能掙1美元，邏輯與2000年互聯網泡沫如出一轍。資本瘋狂湧入，炒熱行業，但商業化落地遠未達標，燒錢燒到盡頭，只能崩盤。2000年互聯網泡沫破裂後，基礎設施堅如白菜，才催生了後來移動互聯網和電商的黃金20年。人工智能也會走同樣的路，且當下泡沫未擠乾淨，一旦破裂，衝擊將遠超當年。關於人工智能這塊，咱們觀點也差不多是吧？但是他說今年就要破，我覺得打個大大的問號。我覺得人工智能這泡沫會破，理由也一樣，跟那個2000年互聯網泡沫一樣。因為這就是最終買單的人是誰，你得給出答案。今年不給不要緊，那明年你得給，明年不給也不要緊，那後年總得給。資本不可能永遠等是吧？我這3年投下去了還沒有回報，能受得了嗎？目前美國的人工智能繁榮，它還是叫循環投資啊。咱們一直說的，你甲骨文，你買英偉達的 GPU， 英偉達有錢，他也投資甲骨文，你看。就問你服不服？但是我把這說的簡單了一點，如果他繞個大圈，你就看不出來了，對不對？就顯得複雜了。你如果把這個圈子擴大到整個 AI， 你把它鎖定其實是一個圈子，那麼甲骨文買英偉達的 GPU， 對吧？英偉達投資 OpenAI 去租甲骨文的算力，是吧？那他可以把圈搞得更大一點，是一個閉環，是吧？但是來来回回借那點錢，你賺我的，我賺你的，就變成我的負債變成你的資產。你的資產變成他的負債，反正總之1塊錢下去產生10塊錢的這種效益資本，但是最終是要你得讓消費者買單，所以說這個邏輯你要說清楚。目前還沒看到是吧？這個人工智能到底誰買單？沒有，現在都是 B 在買單，沒有 C 買單。但是你說今年年底人工智能就破，這不太好說。你看上周五給它震了一下，但是我感覺還沒走到頭，那麼容易破。這些做多的資本也不是傻，畢竟目前英偉達、特斯拉、谷歌、蘋果他們的盈利也不是吹的，還是有的，對不對？你比如說三星、海力士，人家的利潤，人家市盈率才8倍，未來3年人家這個訂單都鎖定了。所以說我們可以認可 AI 可能要破，但是你說今年就破，這不一定，很難。當然這個就是個人觀點是吧？這個經濟學家也算不到哪天破。他說的第二個說，全球去美元化加速。過去全球石油貿易以美元結算，各國囤美元買石油，再用美元買美債，形成支撐美債的閉環。但現在這個環斷了。伊拉克、伊朗宣布石油交易接受其他貨幣，沙特開始接受人民幣結算。一旦美元失去全球儲備貨幣地位，美債將無人問津。這個就屬於胡說八道了，這叫偷換概念。39萬億債務瞬間成廢紙，這個隱隱約約的說，那意思就是人民幣要國際化，全球要認人民幣了，不就這意思嗎？你不是美元，你認啥？準備什麼？伊朗、伊拉克宣布石油交易接受其他貨幣，那是這完全忽悠好多不懂的人。伊朗那是被制裁了，对不对？SWIFT系統它被制裁了，所以它當然不用美元了。得想用美元還用不了啊！伊朗，你看这一次談判就要美國給他釋放240億美元，沒說給他釋放盧布，對不對？給他換成盧布或者印度的盧比，或者換成人民幣給他，沒有人要美金。所以說這個，如果說你這麼忽悠大家就沒意思了。所以說第一個說不再接受美元，這就是胡說八道。你看那個俄羅斯
你把他踢出 SWIFT 系統，你急得憋跳，對不對？他現在他要求他跟特朗普天天在一起磨嘰，不就是想接入 SWIFT 系統嗎？還要交易，要用美元，所有不用美元的都是迫不得已，是沒辦法，退而求其次，對不對？就像那個華為搞什麼淘定律一樣，因為他買不了更先進的製程的這種芯片，他只能淘去。你以為他願意淘是嗎？你就證明淘比摩爾定律先進，哎，就会取代摩爾定律，這完全不是一碼事。所以說這個就是這在黑白不分了，顛倒黑白。這個美元為什麼很多國家不用美元？那是有2個原因，一個是美元越來越貴，就美元稀缺。你当美联儲加息的時候，那全球都缺美元，因為我美元我就直接存美国去就完了。在加息缺美元的时候，那很多国家之间貿易它这都没有美元。你比如有的国家它对美国出口本來就少，它進口的東西都還買，那它就缺美元怎麼辦？那幾個缺美元的國家在一起說，我們之間就別用美元了，對不對？我們之間咱們用咱們本國的人民幣換一換就完了。大家都缺美元，何苦非要盯着美元？所以說這個東盟國家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小圈子國家之間，他就會搞個什麼一攬子貨幣計劃，我們換一點，對不對？你換你100億人民幣，我們倆之間買東西就用人民幣來付算了，或者是用本國貨幣。那是因為美金太貴了，缺美金的流動性缺，那美股的暴跌，一聽說這個美元要什麼加息，對不對？美股的暴跌，為什麼？因為錢就要往美國回流了，世界的缺美金，這恰恰反映出是美元的它強大。特朗普上台以後，他為了搞美國的這個叫什麼製造業，他也要增加美國製造業的吸引力，他要對抗全球的製造業，所以他有計劃的讓美元的貶值。美元如果越強勢越升值，美國的製造業越完蛋，你製造業成本越高越貴，所以他要搞弱勢美元，他要美元要貶值。這樣好讓製造業能起來，要不然美國的製造業它起不來，所以才有這樣，要不然美元它一直強勢。大家知道美元一直強勢，美國的製造業就很難起來。不要說這個什麼普通的製造業，就是芯片高精尖的東西，美國也起不來，因為在你那製造比在台灣比在什麼印尼要貴得多，你人工成本就貴，對不對？美元強勢，那資本家就不願意在美國設廠，你怎麼忽悠他都不去。不合算，所以特朗普他一邊加關稅，对不對？一邊加關稅，一邊要搞美元，讓他，所以美元指數一直在往下走。但是你看，一說加息，不降息了，那美元指數又上來了，就這樣。所以說他第2個理由說美元去美元化加速，這是胡扯淡。你這不叫去美元化加速，是被迫没辦法，沒有美元用或者用不了。伊拉克也是没有美元用，伊拉克是他好，大家可以查一下，伊拉克他那個美元好像是有配額的，美國人掌控着伊拉克這個美元的配額。所以他受制約，那俄羅斯、伊朗還有很多正義聯盟國家，他用不了美元。然後至於什麼39萬億債務瞬間變成廢紙，這完全是胡說八道了。全球沒有一個債務，我就舉例子，以中國為例，中國手上有1萬億美金順差，對吧？這麼多年又攢了不少美金。那你美金你幹啥？你只有買美債，你不買美債，買俄羅斯債是嗎？或者買印度債，或者買歐洲債。歐洲的債是可以配一點的，但不會太多，可以配一點，包括日本的、韓國的，它都有可能買一點，但是呢非常少，主要你只能買美債，秃子頭上虱子明擺着的，你不買，那你把那錢幹什麼？存銀行是嗎？存美國，那存銀行也是存美國銀行，美國人給你利息，買美債對不对？美債不是更高嗎？所以說買美債不是你願不願意的事，是被迫，是你沒得選擇。所以不把這個基本概念搞清楚，那就是在忽悠別人。忽悠，既然是忽悠別人，那肯定是有目的的，給人洗腦。這就像我們手上，你工資發了，你這個月發了4萬塊錢，你幹啥？你把錢擺在床上是吧？看着是嗎？那你這4萬塊錢，你最後想來想去，只能買買國債是最好的，確實買國債最好。但是你不買不了嗎？國債你買不了，對不對？你沒那權利，你不願意排隊，你只好存銀行，存定期。其實買國債最好是吧？好，他說第3個，說全美寫字樓空置率達到了22%，也就是商業地產風險，美國商業地產債務瀕臨懸崖，超9360億美元商業抵押貸款集中到期，是歷史平均水平的3倍。全美寫字樓空置率飆升至22%，舊金山逼近37%，銀行積壓大量壞賬已開始打折甩賣，
恐慌情緒蔓延，美聯儲陷入四面楚歌。你看看這個又是胡說八道了。要說商業地產的債務危機，那你看看首富王老闆，對吧？手上500多個萬達，他現在幹啥？你看看咱們的一線城市，北京、上海、深圳，寫字楼空置率都在22%以上，也很多都30%。怎麼你這還没有經濟危機？哪個商業地產沒抵押呀？都押給銀行了，一樣的都到期。那怎麼人家22%就日子就過不下去了？你这30%多、40%，你這日子還好着，遙遙領先，怎麼解釋啊？王老闆天天賣萬达觀察都賣不掉，沒人接盤，所以這個屬於危言聳聽。商業地產的壞賬確實是個問題，會影響。但是說你因為它引發金融危機，這個有點，你連這個玩意兒連次貸危機危害都達不到。次貸危機是因為美國把房子賣給了這個還不起按揭貸款的人，叫次貸。次貸款什麼意思？這個人他沒有固定工作，沒有穩定的現金流，叫次级貸款，它不是優質貸款。這個人買房他不用付首付，首付是0，掙到錢了去還這個月按揭。如果3個月還不了按揭了，他就認為這房子我是租的，我不要了，我就单付租金了，我房子我也不要了，就導致次貸危機，就大量的房子，銀行把這個貸款放出去之後，他也把它打包成證券上市，賣給保險公司，賣給基金，賣給很多機構了。這機構買了這些東西之後，銀行錢拿回來了，对不對？他貸款放出去，人家錢把這貸款包裝成產品賣掉了，錢回來了。所以什麼房利美是吧，兩房等等，包括一些股市，買了這個資產的倒了霉，那資產打開一看是爛的，沒人還。所以說次貸危機，但是你說商業地產好歹比次貸危機要強一點，那個錢它抵押給誰了？那房子抵押給這個銀行，那房子還是有價值的。什麼時候沒價值？那房子租不出去是吧？空置率高，確實是的。但是你的空置率30%都沒事，人家22%就要爆炸是嗎？所以說這個就胡扯了。最後他說，美聯儲39萬億債務壓頂，10萬億舊債到期續借。去美元化抽走支撐利息支出超軍費，而且在瘋漲，高債務需要低利率緩解，可通脹未壓得住，又需要高利率控制物價。美聯儲被架在火上烤，降息保債務則通脹飛起，加息保美元則信用債務硬着陸，左右都是死局，最終必然有鏈條先斷裂。2023年硅谷銀行倒閉只是序曲，真正的風暴眼是在2026年。當下債務、地產、科技、地緣風險在同一時間窗口集中爆發，周期齒輪已轉到這個位置，所有人都在等待那根引線燒盡的巨響。這個所謂高志凱的預言，金融危機今年下半年到明年上半年爆發，全球金融危機。大概內容就這個，它主要是一個是美債。美債再加3個危機，一個是 AI 泡沫，一個是去美元化，一個是美國的商業地產。让我看到了，這就是一個什麼典型的叫東升西降的敘事唄，隱隱約約背後這個答案就呼之欲出啊，只是他沒說是吧？背後的答案就是這個終或贏。這個世界上最漫長的路就是美國的下坡路。自打我上高中開始，那時候上政治課。那時候教材裡面說的美帝叫腐朽沒落的資本主義國家，一天比一天爛，民不聊生。但是到現在為止還在走下坡路，那下坡路他走了30多年了，還在走。這到底走到什麼時候呢？一直在走下坡路啊！我記得有一個政治老師說美帝是腐朽沒落的資本主義國家，墮落的生活方式。老師講完這個合上課本的時候，後面又說了一句：誰不想去過一下這樣的生活呢？所以這裡我來談談我對高志凱這個說法的看法，實際上也不算是危言聳聽。就像我們開頭說的一樣，如果你一直說金融危機要爆發，沒錯，你這喊下去一定能喊對，金融危機肯定會爆發。但是爆發的原因和爆發的樣式、烈度，從什麼時候開始，從哪個行業開始，或者怎麼樣的，這個你就很難說的對了，對吧？這是第一個，所以我也不能說他說錯了。第二個，我要強調的是，金融危機不可怕。我們回憶一下，從1929年什麼大蕭條，後面噠一大堆的什麼2000年互聯網泡沫，2008年次貸危機，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等等啊。我記得亞洲金融風暴的時候，好像把泰國什麼的、新加坡給整得很慘，是吧？索羅斯幹的，我有點印象。但是大家想一想，這麼多風暴之後，這麼多金融危機之後，世界是不是變得越來越好？大家日子是不是過得越來越好？
不光說咱們，印度总体上日子也是在越来越好，越南是不是日子也是越来越好？美国就更別說了，是不是？美國現在肯定比1929年強得多，日子是不是好得多吧？美國就是鐵鏽區，就是那些失落的那些產業工人，那也比上個世紀70年代過的日子好，生活水平那絕对是提高了，這個沒問題。那我們就得出一個結論，就是金融危機並不可怕。金融危機之後，實際上是叫什麼？廢墟上的繁榮，叫什麼？神州側畔千帆過，病樹前頭什麼？望湖春，是吧？不就這意思嗎？一場危機之後，反而後面更加欣欣向榮。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互联網泡沫一破裂之後，整個互联網反而是蓬勃发展。你看现在的很多巨头不都是那個時候起來的嗎？谷歌是吧？ Facebook 等等，國內的就是阿里、京東、騰訊，互聯網產業是吧？所以說我們沒有必要過於操心。你比如說2008年美國的次貸危機打擊很大，但人家美國現在房地產这好像比次貸危機的房價還高，是吧？已經比次貸危機的時候高了吧？所以沒有必要緊張。危機過後反而是蓬勃發展，迎來欣欣向榮。那我們着急怕什麼？實際上我們怕我們自己掉到這個危機裡面，我們不要踩那個坑。你比如說現在美股 AI 泡沫很大，那你是參與還不參與？那我就不參與，對不對？我也不想賺這個錢，我也不想承擔這個風險，不就這意思嗎？或者是這只是股票，其他的投入也一樣。比如說我在這一塊，我現在是不是要，我現在這個風口嘛，我是不是要投入？我也去幹這個，那你就得考慮考慮，萬一你一幹這風停了怎麼辦？你的銀行貸款你還得了嗎？我不想去做這個墊腳石。就像那個2000年互聯網泡沫一樣的，我也不參與，對不對？我也參與不了，但是它後面的繁榮咱們也能參與上，是不是？就這個邏輯，我們是牛馬，我們是韭菜，做韭菜的事情。所以說我們要了解金融危機會到來，金融海嘯會到來，到時候會摧枯拉朽，我們肯定會受影響，但是我們只是不想站在那個浪尖上，对不對？我們不能直面那個海嘯，那就把你捲走了，我們離得遠一點。這是我說的第二，就是我們擔心什麼呢？不就擔心這個嗎？天天說金融危機，實際上我們只要不參與，你會受影響，但是不會直接影響嘛，收入會下降，可能會失業，但是總比一下梭哈要強。第四個什麼？我們要記住了，他說的是美國金融危機，實際上剛才已經說了，美債對應的是咱們的地方債，咱們的債。你與其操心美債，你還不如操心一下你的地方債。地方債已經讓每個人已經感受到這種營商環境。你地方政府沒錢，他是不是就各種各樣的稅收，各種來錢的路子他都要試一遍，各種想辦法創收。那邊美債還沒還，你這邊地方債整的韭菜已經過不下去了，你淨操心美債要爆雷。這是第一個關於債。第二個關於 AI 泡沫，人家 AI 泡沫好歹是有業績的，我這一直強調人家是有業績。那你這個呢？你這是市夢率，對不對？2萬多倍，你不是胡扯淡嗎？你有幾個公司能比得上那個三星、海力士、英偉達、蘋果？你沒有，但是沒有你比別人炒得還狠，漲幾十倍。怎麼你看人家那叫泡沫，你這不叫泡沫是嗎？ AI 泡沫如果一破，那你這邊還能叫安好是嗎？獨自偷歡是嗎？所以說這就是胡扯淡。如果美國的人工智能泡沫破裂，那你這邊更慘。因為你這是講的，你這全靠講故事啊，人家那是龍頭，可以這麼理解。你這是跟着後面，結果你講故事比別人還厲害。這是 AI 這一塊，什麼去美元化這個咱就不說了，這就是扯淡是吧？沒有什麼去美元化，只會跟美元綁得越來越牢。如果都在去美元化，那你給我解釋一下，你這韭菜動不动就去換美金，現在不讓你換了，不是去美元化了嗎？都要人民幣，那你韭菜為什麼還換美金？韭菜還不讓你換，對不对？到時候開始限制了，不讓你去炒美股了，地下錢莊給你限制住了，不讓你把美金往出搞了吧？想提桶跑路，這不就是自欺欺人嗎？如果你真的美金沒人要，對吧？抽到大街，誰去冒着風險還換美金呢？沒法自圓其說。盤们看了高志凱這個說法的就激動的，你就好好想一想，哪一天如果政府開了大門，說你隨便換美金，你愛換不換，換了人全走，都沒人換，那個時候就是人民幣，那叫牛。你逼人家換美金，人家都不換，這叫自欺欺人。第三個就是什麼商業地產，這就不說了，咱們天天聊房地產，這簡直是什麼叫夜郎自大？這就是叫夜郎自大，天天在外面吹，贏麻了，已經分不清哪個是宣傳，哪個是真相而已。因為這樣的人，如果天天在各種論壇上大行其道，那就是一種悲哀，就說明你這個社會到什麼地步了。
靠發眼罩來維持。你說真話的，給你發口罩。就這些人天天在這吹的是吧？111領先，沁茶人領先，讓美國在走下坡路。這些人大行其道，那你靠这個能贏人家是嗎？對吧？你要想贏人家，還得腳踏實地，拿真功夫，不是靠這種跟伊朗人一樣的，渾身就是嘴最硬。好，這期節目我們就聊到這裡，感謝大家收看。如果喜歡我的節目，歡迎訂閱轉發，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評論，謝謝大家。